嚟到巴黎嘅第一日，我哋就先去咗巴黎鐵塔，因為我哋預先 book 咗坐觀光遊船，打算欣賞塞納河日落嘅浪漫景色。成個旅程大約1個鐘頭左右啦。出發嘅碼頭係喺巴黎鐵塔附近，沿住塞納河一路遊覽，一路上都會經過好多巴黎市內嘅經典地標，例如有羅浮宮啊、巴黎聖母院等等。而且有啲行程仲會包埋午餐或者晚餐添，咁你就可以一路坐船，一路享受美食，欣賞呢個咁浪漫嘅都市。我覺得搭船最佳嘅時間可以選擇日落嘅時候，因為呢段時間係可以睇到黃昏嘅景色。建議大家預早買飛，可以早啲揀選你鍾意嘅時段。嚟到巴黎，我哋梗係要嚟幫襯呢一間 LV 餐廳啦。呢間餐廳主打係法式嘅甜品同埋咖啡，啲甜品亦都做得好精緻。呢間餐廳佈置得好有格局，好適合我哋嚟打卡㗎。我哋食完嘢就出嚟行一行呢一間 LV 嘅店鋪。呢間店鋪整體嘅裝修都偏向高級，貨品展示都好清楚，同埋好有層次。當我哋行入去嘅時候，就好似入咗間好精緻嘅精品世界一樣。店入邊呢都係分區展示唔同嘅系列啦，例如有皮具啊、行李箱啊、配飾啊、皮包等等。大家留意啦，喺法國退稅呢係有最低嘅消費門檻。如果你需要退稅嘅話，你只需要同店員講聲你要辦理 tax fee 就可以㗎啦。嚟到巴黎一定要參觀羅浮宮博物館，因為呢度係世界3大博物館之一。羅浮宮入邊總共有3萬幾件嘅展品，而其中蒙羅麗莎係一定要去參觀同埋欣賞㗎。羅浮宮每一日都好多人排隊入場，尤其是喺旅遊旺季，所以你入場之前最好預先預約門票啦。同埋如果你係搭地鐵嚟嘅話可以直接經由地下通道前往羅浮宮㗎喎，咁就可以慳返好多時間啦。呢間餐廳有幾間嘅分店，我哋今日嚟到巴黎第6區呢一間，佢正正喺盧森堡博物館嘅旁邊。成間餐廳嘅佈置都好優雅，配合埋佢咁精緻嘅瓷器，所以成個用餐我哋都覺得好享受。Angelina 係巴黎最古老嘅甜品店之一。呢一間甜品店最出名嘅就係佢濃郁嘅朱古力。我哋今日叫咗個 brunch set， 啲食物好豐富，同埋味道都唔錯，我哋都極力推薦俾大家。Sur le trottoir de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les lampadaires jaillissent comme des... 凡爾賽宮每一日都有好多遊客嚟到參觀，所以佢哋已經全面採取咗預約制。如果你想嚟參觀嘅話，記住嚟之前要上佢哋嘅官方網站購買指定時段嘅門票。
comme notre passé, tes doigts sur ma joue, le bruit des clés de piano。凡爾賽宮咧真係好大，大家可以咧重點咧參觀幾個景點嘅，包括有極具奢華嘅鏡廳啦、皇家禮拜堂啦、國王同埋皇后嘅大套房啦、凡爾賽宮花園啦同埋皇后農莊等等嘅。其實凡爾賽宮咧原本係一片濃密嘅森林嚟嘅，但喺300幾年前，經過佢哋嘅法國國王路易14決定將呢一度改建成為一座宏偉嘅宮殿，於是就變成今日嘅凡爾賽宮啦。凡爾賽宮入邊都有我頭先介紹俾大家呢一間 Angelina 嘅甜品店，如果大家行到攰嘅話，都可以坐低歇一歇，欣賞呢一度嘅美景。呢間餐廳喺巴黎有幾間嘅分店，主要係食我哋 brunch。我哋入到餐廳入邊，佢嘅裝修都係以藍色為主，整個嘅格局都係非常之舒服同埋悠閒嘅。呢間餐廳嘅食物咧都整得好精緻嘅喎，同埋咧佢都有一啲素食嘅菜單啦，例如咧佢會喺個 pancake 上面會配合一啲嘅水果啦，咁成件事都覺得係好健康嘅。跟住帶大家嚟到望麥呢一笪地方，呢一度曾經係好多出名嘅畫家啦，例如畢加索啊、梵高啊等等，佢哋咧都曾經喺呢一度住過。所以如果你想喺巴黎感受一下藝術同埋文藝嘅氣息嘅話咧，一定要嚟呢一笪地方啊！跟住帶大家嚟到聖心堂，聖心堂係喺望麥嘅附近。如果大家想入教堂嘅話，都係完全免費嘅。但係你亦都可以挑戰300幾級樓梯上到穹頂，就能夠睇到成個巴黎嘅全景㗎喇。嚟到聖心堂最出名嘅旅遊打卡熱點，一定係呢一條大樓梯啦，因為大家行到攰嘅時候，都會喺呢一度坐低休息一下，影下相㗎。跟住咧，介紹呢一間餐廳咧，大家嚟到巴黎一定要試，因為呢一間餐廳咧係烹調一啲咧法國嘅傳統嘅特色菜嚟嘅。個重點咧就係呢間餐廳嘅價錢非常之親民，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係由朝到晚咧都非常之多人咧去排隊嘅，同埋仲有咧係全年無休嘅，係啦，7日都係營業嘅。我哋今餐咧有點到鵝肝啦、田螺啦、前菜啦，有主菜甚至甜品添，其實都係圍到30幾歐一個人，其實真係好抵食，而味道都係唔錯嘅喎，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試。巴黎聖母院係位於巴黎市中心，歷史非常之悠久。但係因為喺2019年經歷火災，5年之後而家重新開啟。我哋去到嘅時候見到好多人排隊，所以我哋最後都冇入到去。如果大家係想入去參觀嘅話，記住喺官方網站預約啦。今次介紹呢一間餐廳咧，喺巴黎已經有8年嘅歷史。佢咧專係煮一啲傳統法式嘅家庭菜而聞名。由於咧佢嘅價格好親民啦，所以咧每一日咧都吸引好多嘅遊客咧嚟到幫襯㗎喎。
而呢一間餐廳咧有啲必點嘅菜式㗎，我哋今次咧都有點到，例如有田螺啦，有油封鴨腿啦，燉牛肉啦，而甜品方面咧係 crème brûlée啦，都係最出名嘅。前菜咧都係幾歐起啦，而主菜咧大約都係10歐左右，所以個價格咧係非常之親民。跟住咧要介紹呢一間烘焙店俾大家啦，因為咧佢嘅 croissant 咧喺巴黎地區咧係攞第1名嘅喎。如果大家有機會嚟到呢一度，可以試一試㗎。